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介绍的主题是客家的西瓜。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我们今天先不讲防疫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香甜多汁又好脆的雪甲西瓜。首先要示范如何切出好吃的西瓜，记得凤梨头、西瓜尾，西瓜的尾部比较甜，留着自己吃。西瓜头呢，就请大家吃啦。开切之前，首先要做好个人卫生，大家吃起来也比较安心哦。请大家看好吃西瓜。Yes， 雪甲西瓜栽培地区主要在汀州跟昂嘎两个地区，河床洁净而且排水良好的沙砾地，栽种的面积约25公顷。因为是盐分地，栽培出来华宝品种大西瓜，每一颗都在30斤上下。4月中旬以后，大西瓜进入量产，产期约1个半月。好了，现在就让我来试试看，我比较谦虚，吃小块。说多好吃就有多好吃。不要太卡了，幸好没有喷出来。市长可不可以讲一下口感？我不会讲啊，就真好吃啊，真好吃。今天叫我一餐都吃西瓜，我也可以。在家里吃当季的农产品是最享受的。2020雪甲西瓜昂卡林产业文化节，4月25号哦，4月25号，欢迎一起来采买好西瓜。展售现场有人流管制，请放心采买。香甜多汁的雪甲西瓜等你来买哦。记得要跟别人保持好社交距离，也记得要戴口罩哦。咱知影哦，伫咱台湾一年四季吼，生产真侪即个水果啦吼。那么伫咱台南，尤其是吼像往来啦吼，也是讲吼这山野吼，咱拢是闻名遐迩。那么咱今仔要介绍的是咱台南客家即个西瓜吼。其实咱知影吼，这台南的即个西瓜吼，咱客家生产的即个西瓜咧，每一冬若是到热天的时阵，拢是供不应求。西瓜，我想足侪人甲我相像，拢最爱食的吼。它甜美多汁吼，那个冰在冰箱内底，哇，凉凉的哈。尤其是到热天的时阵吼，你把它拿来吃一片吼，真正是消暑又解渴啦哈。那么其实呢，咱咧讲着食西瓜吼，其实也阁有足侪即个知识，也是讲一寡常识吼，咱唔知影哦。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吼，咱客家农会这个总干事李小军总干事咧，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台南客家的这个西瓜。这我一开始，咱先邀请吼总干事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照吼。总干事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讲到西瓜啦吼，伫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种西瓜吼，咱台南客家这个西瓜吼，其实伫咱市场吼，这个市面上的嘛非常受到民众的这个欢迎啦吼。讲到这个客家的西瓜吼，要请咱总干事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吼，咱到底呢客家吼有啥物种的优势吼，来种的这个西瓜种出来这个西瓜，佮品种较好遮尔受到欢迎。咱客家的西瓜大部分拢种伫个三坑里遐有一个部落就是汀州，佮有一个红卡町，遐是伫个北江溪的溪部分。你要种西瓜，就是爱沙地，沙地排水性好，佮有肥，伊个土壤有肥分，因为北江溪遐有海水小可会入来，所以小可咸咸，起来的
西瓜会特别甜，特别好食。迄个人讲吼，迄西瓜不爱刷刷有无？对对对，迄甲土质有关是。虽然我毋捌种过，但是吼，咱食足侪档的西瓜吼，嘛加减啊吼，咱讲食到有一点仔经验啦吼。那么讲到咱台南客家这个西瓜吼，当然销售量一向都是真好吼。啊，就是讲吼，咱食到这个西瓜，像咱伫个菜市啊啦好，还是讲水果摊买这个西瓜啦吼，品种做侪项。啊，咱到底吼，咱台南客家这个西瓜，伊的品种有几项？有大概什么种的种类？是毋是嘛？请咱总干事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介绍。咱汀州部落加红卡顶部落种的西瓜，拢是现场即种，伊叫做花宝。花宝。啊，伊拢较大粒，大部分拢种即种品种啊较多。好。那么就是即种啊。像咱咧食迄有种细粒的，迄种就毋是啊。较少。吼，迄种叫做小玉啊。毛小玉啊，迄种叫做小红，拢有。有啦吼，但是还是很少。这个季节都是种这个。吼，伊的周期诶，比如讲咱知影像对啦，像这热天当然是盛产嘛吼。但是我感觉西瓜对我来讲，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呢。拢有啊，就是阮遐所种的，就是大概是。每当农历的冬节，冬节前后咧种，在收的时间大概是清明以后。所以是这段时间啊。对，是。好，那么咱这农民伊咧种植这当中，有当时啊可能会拄到一寡困难啦，或者是讲吼拄到一寡问题啦吼，当然就需要咱农会家甲因斗相共嘛吼。那么咱农会吼，伫这个农民咧。种西瓜这个当中，咱扮演什么种的角色？来甲因斗相共？阮客家的农友种西瓜已经几落代啊，因咧种的过程几落代，所以因伫个传承，因传承的过程中拢无问题啦，就一代传过一代。即摆就是讲，唯一会当着较有问题，可能是气候。气候若较伤寒、伤热，落雨，白虫害。若有即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讲，阮会透过一寡农政单位，农粮署，农业改良场，会帮因一寡较专业的课程啦。像讲是白虫害防治，还是土壤的改良，还是施肥，咧下肥的合理化。阮透过一寡专业的课程来辅导，互因用科学的方法。来辅导来种西瓜，除了经验以外，佫有较现代化的工具跟协助安尼。是啊，因为与时俱进啦，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农民当然伊种植这当中，伊累积遮尔啊侪，当你还拄我会记得咱要这部进前，总干事甲我讲嘛，咱已经种过了10档啊吼，有人可能从出世真细汉啊，莫讲出世啊吼，可能对爸阿母啊咧种这个西瓜啊吼，那么种到伊这个年岁，其实吼，迄种老经验啦吼，但是老经验是老经验，有当时啊嘛是会拄到一寡吼，伊毋捌拄过这个问题吼，那么这个时阵就是咱。农会扮演角色上重要这个时阵哈，那么伫这当中就是讲像这几档啦吼，咱总干事你感觉，比如讲咱的这西瓜农啦吼，应该有讲拄到什么较困难的问题啊，必须要咱这个农会家赶到相共。目前是较无遇到啦，因为因大部分因的。销售有固定的贩啊，有贩啊会来甲因买去。而且大西瓜吼，这运送运输无遐好运输，无法度讲安尼规批甲再去拍卖市场甲因拍。伊这种袂使去酷掉，袂使有碰撞。哦，对。所以大部分就是贩啊买去，因贩啊因较内行。因咧运送因较内行。是。大部分看到用棉被，迄歹的棉被。该保护掉，袂安尼拎来拎去。好，因为西瓜吼，我是无了解啦吼，西瓜是应该是成熟了才甲伊采收。对，大概因会放到差不多8分熟。好。袂当放到全熟啦。会提早放起来，因放起来佫有放一阵嘛。互伊安尼消水者，佫特别好食。那么我印象当中啊，比如讲像我去水果摊买水果啊，你就像迄比如讲金蕉就好啊，咱会样看讲这个好像还没有完全成熟，这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咱买等于可能爱放差不多偌久，咱大概一般的消费者都无法度去判断，但是你若讲西瓜，当有成熟无成熟，他每个月咱袂晓看呢，
但是吼，比如讲这大粒的西瓜啦，通常咱一个小家庭啦吼，啊，无可能讲买遮大粒等。所以我看足济迄个西瓜搭，因拢切一揪一揪，哈，然后反正一切好伫遐，应该是拢会当食，吼，拢会当食吼。啊，所以呢，咱买等于吼，这一部分，咱买等于就是冰箱就是开始食嘛，食到完啦吼。啊，那么就是讲。这个农民啊，吼，伊咧种植的这个当中吼，就是讲因，比如讲，敢捌发生过讲，销售无好的这种情形，他拄你讲的是拢做好啦吼。因为我看有诶盛产，像咱有一寡水果吼，伊若盛产的时阵，啊盛产当然敢像大丰收，但是大丰收伊影响到伊的价销啊，哦，伊影响到伊的价销，那么。咱这西瓜敢捌拄着讲这种情形，讲哦大丰收啊盛产，有啊，农民嘛足艰苦的呢。介绍产量多。若是安尼的时阵要安怎？因为一般就是讲，阮农会甲公所，会办一个西瓜节，啊，互一寡游客来品尝啦。啊，除了切西瓜分食，嘛有加接。啊，嘛有办一寡比赛，啊，办一寡活动，像过去会办迄个放红卡丁互因看，啊，即摆嘛是金放啊，跟季节，即嘛是当咧放啊，啊，所以就是透过一寡活动的方式来斗推销安尼。他拄仔你咧讲放阿卡丁，因为阮进前的这个节目当中，拄仔有讲的这个活动啦吼，就是讲咱可能就是讲结合，咱讲异业结合啦，就是讲异业结盟嘛吼，就是有这个活动啊，有这个活动吼，啊有食的，啊有耍的吼，啊甲伊配合起来吼，互民众来到这个所在，伊不只是会咱看到这个活动吼，啊参与这个活动这个乐趣啦吼，啊而且佫咱讲有食佫有掠嘛吼，伊比如讲佫会当来食西瓜吼，品尝西瓜这种。多有当时咱若是讲安尼规工落来吼，大家就很愉快的一个假日的生活哈。那么就是讲咱咧食这个西瓜啦吼，当然啦，就是要倒来冰冰箱安尼食。啊，我知影讲，西瓜，比如讲我知影吼，西瓜要做西瓜米。对，是。西瓜米生生。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外口那个餐厅，哈，啊伊的猪皮鸭汤，那个味道哈，真的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好，那就是讲那。咱食这个西瓜米煮鱼鸭汤啦嘛，啊，我知影讲，除了讲西瓜米煮鱼鸭汤，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哇，西瓜米的用途真多哦。哦，你像阮家己就切落幼幼，煮肉臊，迄做配做落做干饭，嘿，啊煎卵啊，啊是清鱼啊清咸的，拢会使。啊，肉臊会使你会使参考看卖。啊，要煮？煮肉臊那？你了解了？你敢捌煮过？是捌啦，太煮，太煮。就是讲，好多中餐厨甲咱介绍啦，像我知影，就是好多咱讲的煮鱼鸭汤嘛，吼，啊，用切的，吼，切的类似啦，吼，只不过是讲加一寡佐料，吼，导游啦，吼，啊这，吼，啊然后好多咱中餐厨讲的，用迄个煎卵，煎卵嘛会使，吼，所以以后吼，咱这个中餐厨甲咱介绍的这吼，我们都可以去试试看啦，吼，因为每一个人喜欢吃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啦，吼，啊，咱西瓜米会当有这几种的这个煮食的方式吼，那么西瓜，除了讲，做这个西瓜米以外，因为咱知影吼，台湾人啦吼，尤其是务农的人吼。因拢足勤俭的，吼，咱现在来做西瓜米，可能就是因为伊盛产的时阵，咱为着无爱互这个西瓜，因为盛产，比如讲可能一搭久啊卖袂了，卖袂了，因为伊时间到伊就歹去嘛，吼，啊，咱当然就是用像这西瓜米，像咱咧硬硬的用做鸡筋干嘛，会当甲保存较久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像这个酸啊嘛，用做酸啊干啊，吼，咱甲保存起来吼，啊，会当搁有其他的这种。利多就是讲用这种的方式去销售咱的这个产品，吼，咱的这个产品伊发挥更较大的这个经济价值啦哈。那么西瓜做西瓜米以外，还有其他的这种附加价值？较少啦，大部分的加接，那瓜仔买的时阵会去加接，较袂甜的迄啦吼。啊，西瓜拄则讲到西瓜米吼，西瓜米是伊一丛啦吼，一丛西瓜会有过来顶，啊，伊大部分伊会留一粒较水的。所以一丛西瓜是一粒，伊大概留三支电尔，啊，就是
留一粒大西瓜，所以其他生起来细粒的就像安尼，就甲它挽起来，挽起来做西瓜米。所以一张西瓜是一粒，所以西瓜米是这小西瓜就是应该淘汰掉。我知道。哦，是因为迄个营养，伊的迄个养分上，袂使互伊分散。是，就是要有这粒大尔，其他挽落来就是做西瓜米安尼。咱其他我加捌一个迄个知识啦，就是讲这丛的这个西瓜内底，伊较敢若互一粒西瓜算讲正常大粒，其他较细粒的挽起来做西瓜米。所以这个是咱的智慧嘛，吼，咱嘛无甲拍算啊，对。好，所以毋是像我讲的讲，因为盛产较改了个。一般拢会留一粒啦，你要留两粒，就不会那么大，或者较细粒。正常农友拢会留一粒上水的。因为你形体若无水的，伊就会甲淘汰掉。是有去互芳啊定掉，还是有闭气的，还是有病虫害，拢是甲拍起来做西瓜米。所以我这种叫做外行。因为他拄我听咱总干事介绍，哇，互咱的这个乡亲吼，大家透过今仔这个节目加增长知识啊，就是讲。咱就是这个西瓜内底，伊即马若比如讲有几粒内底，伊看倒一粒上水，吼，因为因的经验嘛，吼，感觉讲，这粒可能就是以后吼，生了上好的迄粒，甲这粒留落来，其他遐个无讲介好的，咱甲慢慢起来，伫细粒的时阵甲慢慢，所以这就是迄个小西瓜做西瓜米的原料。这就是这个小西瓜安尼去做西瓜米，对，做变做安尼。可不可？敢会当甲咱介绍一个像这个西瓜米，这这西瓜米。像这吼，伊做这个中间爱偌久的时间？一礼拜，伊即摆吼，咱这细粒西瓜吼，甲刻起了，咱甲削皮，削皮细削皮，就讲削甲足清气的，削甲足清气，你莫甲留一点仔皮削无清气，伊在生的时阵，伊会乌凹去，乌去。对，迄个算讲对这个物件品质无好。对，全部削好清气。注意啊，是，削好清气了，看你要甲发。切做几周啦吼，较细粒的你甲切对半，较大粒的你甲切做4周。你切落伊内底的籽，迄拢毋免甲清掉。你嘛切了，你甲暖养，甲暖养，暖甲充分每一片都有去暖掉。暖掉了，甲放伫桶仔内底。桶仔内底你用石头，过去以往拢用迄大根石头，甲缀伫个甕仔内底。大概差不多一礼拜。一礼拜的时阵，你就甲糊起来，糊起来，你像这人专门在卖伊会甲真空包装，甲熟的。一般咱伫厝里，你会当用夹链袋，夹链袋甲装起来，你放入冰箱，甲冷冻起来，大概放一冬拢无问题。是。咱总干事说的一口好菜。因为过去捌伫学校服务过吼，咱山地遐有一个丁州国小，每当就是一寡农友会。再去互小朋友遐家己写、家己生，所以顶州国小的小朋友对做西瓜米拢足内行。所以吼，迄是本位课程啦。就是讲咱的在地吼，这种产物啦吼，咱在地这个小朋友，伊就会当就地取材来学习啊。咱像进前咱嘛有讲到红卡林，咱遐附近的囡仔，伊就会做红卡林的迄个。大概过去学校内底有用迄个抓皮落印啦，印较互因家己去组合。过去学校捌咱推广过。所以咱嘛是透过这种的学习，甲咱一寡传统的技艺啦，吼，甲伊传承落去。无这有当时啊吼会中断呢。是。所以做西瓜米对囡仔来讲拢无问题啊。是啊，所以我连倒爱来找囡仔学习，真的连倒互囡仔佫比咱佫高。那么我知影，咱今仔日节目当中吼，咱总干事有带一寡吼，这个算讲这嘛是咱客家的产品啊，无一定甲西瓜有关的，嘛有佫有其他这个产品，是毋是嘛？请总干事甲咱介绍一下。阮客家是杂粮区，大部分种的拢是番麦、饲料番麦，其他就是有一寡乌豆，小麦，芝麻，嘛有蒜头啦、葱啊，小番茄、洋香瓜拢有。今仔特别载阮农会物件来，有一支较特殊的吼，这支叫做糯荔枝吼，这咱全国的农会在做一支的应该是无啦，就阮客家农会。我了解。茉莉我捌看人咧种，就是讲有个人就种伫家己厝迄个厝骹外口吼，凉亭仔骹，有人咧种啊，好像
算起来应该不是很困难呐，哈。不会，也做好种的。啊，但是就是讲，咱客家家有大量哈，这个生产。有推广啦，啊，过去推广的面积较侪，啊，即摆渐渐有较少。努力这个物件就是原产地大概是伫大溪地啊，夏威夷群岛遐。啊，这种物件较特殊的讲，阮客家农会咧推广这个部分来讲，伊真好用，伊是碱性的物件。啊，咱嘛知影讲咱对不能太酸性，身体破病的酸的物件食上，啊，因为酸性伤悬就有做侪毛病，癌症嘛是这种原因。啊，这有差不多150种的营养素，啊，也抗老化啦，一寡抗氧化、抗老化，啊，消除自由基，啊，大概是有这个功用啦。啊，来讲啊，希望咱观众朋友啊，会当来甲阮参考看卖。啊，咱若要买话咧，阮农会网站有，啊，去农会客家农会网站。是。咱这产品拢看得到，对，那么就是用宅配的方式，是，尤其是即马多好这个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间，有个人可能就是讲出外口食无方便哈，那么透过这种宅经济哈，咱会当减少出外啦哈，就是讲甲人有这个接触啊，用这种的方式哈，会当算讲替咱的身体做一个把关啊，然后呢。咱嘛会当吼来刺激咱台南的这个经济吼，刺激着咱客家的这个经济啦吼。那么咱今仔个当来讲，咱的西瓜吼，咱这有伊的营养价值啊，咱西瓜嘛有足好的这营养价值啊吼。当然啦吼，一般人可能有点常识啊，不过我想，咱总干事应该注意这个西瓜营养价值会较专门。维他命 C 嘛吼，最高就是啊，伊的汁多，啊，咱过去咧讲讲。夏天吃这个消暑利尿嘛，啊，所以那较唔爱食西瓜，你就加西瓜汁真好啊。大概阮遐的产量大概差不多30-40公顷，啊，伊它这个期间真短嘛，所以那观众朋友有想要买，爱趁这段时间赶紧买，啊，而且。西瓜正出的是头水瓜，哦，特别好食。啊，那么总干事，我咧想对西瓜这个咱内行当然种西瓜对你来不讲无困难。啊，免啊种西瓜。上基本的哦，你都要看伊的形体，真水啦吼，袂当歪翘。咱油啊是顶管尖下底爱在，啊，这是上好上头拢真圆润。啊，伊的色水就是爱碧绿色。伊若较无遐绿色的时阵，就是较像过分去。啊，伊的直条纹爱垮。啊，伊的下底材爱细空。在细空是因为安那？什么原因？就经西瓜经验，这个材啊，爱较细空。啊，要有光泽啦。你看这小西瓜的颜色跟它都不一样，要碧绿色。对。大概是安尼，啊，你看顶嘛吼，你像这。打扮起来足青的，啊！你若人家放较久，伊咧顶就是大的嘛，啊，所以愈青愈好食，是安尼。大概安尼啦，伊过去人传授互咱的经验就是安尼。总干事甲恁教的方法吼，啊，记袂起来，话你就学我拢教迄个头家拍客用，无好食后摆我不爱甲你买。当然啦吼，有咱拢信任迄个头家啦吼，啊，我人遐咱若袂晓的时阵，真正我就是只好吼。请头家甲咱介绍，甲咱拣较紧啦吼。啊，因为头家我咧想，伊为着要把你这个人客吼，伊当然伊帮你拣的一定是好的啦吼。那么吼，哈多啊西瓜了后，哈多啊咱阁有几落项啊，像这是啥？乌豆。吼，阮客家农会有推荐产销履历的乌豆。啊，大概有正10公顷。啊，阮今年吼，这组阮的豆油吼，这3罐这个这礼盒装的这组豆油。又得咱全国农业100大精品哦，今年嘛有去台北领奖啊，所以这组豆油品质真好。所以这绝对吼，像咱进前食安问题的时阵，对，吼讲迄豆油有的就是用调和的，用化学的原料来调，但是咱这绝对都用乌豆做出来，所以这上纯啊。是，我们不用担心去食了化学的物件。无对。
这有3种口味，有豆油露、豆油糕、搁清饮油。因为做了无足大罐的，讲小家庭。对对对。哦，放伫冰箱，用不完放伫冰箱继续水。因为咱现在搁无防腐剂的话吼，就是讲。咱若放伤久，歹去，搁无新鲜啦吼，所以用这种的方式，咱咧食的时阵真正会安心较济。吼，搁另外有做一支乌豆醋，乌豆醋伊有迄个烘焙的迄个香味，爱是直接泡滚水，落去稀释大概5到8倍，家己一个人的喜好。泡泡冰伫冰箱，热天真好。嘛有做一支小麦醋。阮客家的小麦是大概全国面少啦，全国前2大。哦，是。醋嘛是甲诺丽果实都含碱性嘛，对身体拢做有帮助的，是种养生佮健康的这个食品啦吼。所以咱台南客家这个所在，其实咱有生产足侪对咱健康有帮助的这个物件。今仔日透过咱的今日的节目吼，互咱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客家的这个农产品哦，更加一层的这个了解，而且吼，咱市民朋友如果若要去购买，佮近近仔尔呢，吼，伫咱客家尔吼，所以透过咱今日节目，互咱的乡亲大家了解以后有机会啦，去客家。你若像即马防疫的这个期间，咱就上网去看去找就好啊吼。今日就感谢咱总干事甲咱介绍吼，咱客家的遮尔啊侪这个农产品啦吼。最后咱总干事咱有啥物话要甲咱乡亲朋友讲？那希望咱乡亲哦，较早来阮客家行行。阮客家有文化诶自制宫，嘛有一级的湿地，100年的老的庙咧吼。是有交子烧嘛吼，嘛有湿地，嘛有黑面琵鹭有红树林，搁有阮最像最近的蜀葵花。哦，对对对。阮的小麦节大概伫个10月份，搁有一个沙白鱼节。大概对，沙白鱼嘛是咱台南吼一个最有经济价值的农渔的这个产品。我细汉，阮兜嘛有迄个啥，迄个饲迄个沙白鱼。我会记迄个时阵吼，到打棒球迄个季节啦，当然我真系袂记打棒球。半暝啊食打棒球吼拢煮迄个沙白鱼起来食，吼就当点心嘛，吼。即马你看我到即马可以吃，吼回味无穷哈。那么咱市长啦，吼，对着咱台南市吼农会这个经济这个产品，伊敢有啥物期许？哇，伊真关心咱农业渔业的发展。是。进前无偌久就去阮农会的迄个。贩卖部帮阮到行销一寡物件，像最近伊介绍的台南好面搁介绍一寡罐头，因为咱台南市各农会拢真拍拼，拢生产一寡足优质的物件，所以嘛希望观众朋友会当多多来采购。是，透过咱市长的迄个高人气啦，吼，今仔就感谢吼咱农会总干事吼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客家农会遮尔啊侪这个农产品，谢谢，多谢主持人，多谢总干事，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见，谢谢，拜拜。